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23，诗篇34篇18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我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魂痛悔的人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你是我近伤心的人的主，你是心灵痛悔者的安慰者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我就得医好；拯救我，我就得着救。因为你是我所懊恼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心灵忧伤的生命主，你是心灵痛悔的拯救甲安慰。主啊，愿深知，愿所有的忧伤甲痛悔，你拢听见。求你用你的慈爱来扶持阮，用你的慈悲来款待阮。求你用基督救赎的宝血来洗净阮，阮就要因为安尼来得着我。愿阮一生懊恼感谢无煞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医治咱心灵的忧伤，来拯救咱，互咱会通得着活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耶和华，我近伤心的人，拯救心灵痛悔的人，我的心深知上帝的美妙，敬畏伊的人拢无欠亏。耶和华听叹困苦人的声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，伊要治我的是为爱赢，辛苦伊的人拢无欠亏。我要是